欢迎收听文言良语，一句文言良语，互咱学习人生真理。这个代志我已经对恁讲了，是要互我的喜乐存入恁的心内，并互恁的喜乐通好满足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5章11节。这个代志我已经对恁讲了，是要互我的喜乐存入恁的心内，并互恁的喜乐通好满足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5章11节。主要所是实在、今在、永远在的独一真神，还是咱人类独一的救主。伊满有宽容、慈悲、怜悯、体贴、甲温柔。伊无亲像人带着肉体软弱无灵，人格无完全，情绪常常会因着环境起了变化。透早互你喜乐，若下晡呢，就互你痛苦。有当时咱常常掠做靠着家己的打拼，会当得到名利地位来享受，就会当满足喜乐来过一生。其实咱人扪心自问，这总是空虚一场啦。因为爱对活命主宰主要所来喜乐呢，才有真实的价值，而且伊的喜乐是要存伫咱心灵的生命内头的。因为主所赐的喜乐是伫人灵魂的生命内面，所以才会当得到满足喜乐，也是心灵的喜乐。圣经诗篇25篇内面记载，以色列王大卫伊捌亲自作诗描写家己的心境，安尼讲：伊讲，求神转向我，认识我，因为我是孤独困苦，我心内受苦真济。亲爱朋友，咱这个掠做讲大卫是一个境遇无好的人，其实咱错了。大卫按照肉体来讲，真少人会当比伊更较好，因为伊是以色列国上尊荣的勇士，是百战百胜的勇士，又阁是音乐家，是作诗的人。伊有上聪明、上健全的囝，也有上美丽的查某囝，有疼爱的妃嫔，也有歌舞的男女，有新妇徛立伫伊面头前，列国也拢降服伫伊的脚底下。伫世间人的享受中间，咱若是要追求着大卫所得到的同款，这也真正真无容易啊。有人讲，咱若亲像大卫，若安尼吼，我就会当心满意足咯。但是大卫王却讲，伊是孤独困苦，伊心内会受苦真济。可见世界上一切的代志，拢袂当满足人的心。属物质的物件，也拢袂当满足灵内面的需要。世间顶面所谓福气愈侪人，往往伊的心灵是愈痛苦、愈沉重。独独神才会当互属伊的人得享心灵救恩的满足。伫主还未互我以前，旧约时代人常常被看守伫辱害下面，无基督互我新的生命，也无保惠师真理的圣灵常常同在，帮助更新生命。但伫新约下面的圣徒呢，就甲旧约时代人无共款咯。比如讲，保罗为着主耶稣基督福音受苦，比大卫王所受的苦搁较大、搁较济。伊肉体福乐也袂当比大卫王的1/1000。然而，伊生命充满着无限的力量、平安甲喜乐，就是为着信主、传主，互人看伫脚落内面，伊也是喜乐的啦。
不但保罗一个人是安尼，既然听主甲主密切联合的人，拢是伫即种情形内面，抑阁是充满着喜乐，因为救恩已经成功了。只要咱常常住伫主内面，一切拢要靠着主来改变。因为安尼，保罗伫家路内面写批讲，恁爱靠主常常喜乐。我搁再讲，恁爱喜乐，这对主耶稣所赐的喜乐，存伫人心内喜乐，也是互人会当满足的喜乐。亲爱朋友，你愿意享受这种喜乐无？这个代志我已经对恁讲了，是要互我的喜乐存入恁的心内，并互恁的喜乐通好满足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5章11节。以上温言良语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，感谢收听。